作為一位長年喺極地同埋高山工作嘅探險家，咁我經常喺目睹氣候變遷對地球嘅衝擊，例如啦南極嘅冰架塌陷啦，北冰洋嘅海冰減少，另外就係喜馬拉雅山嘅冰湖日益泛濫啦，呢啲咧都令到我感受到人類行為對地球嘅深遠影響。因此咧，我堅信就係探索唔等於破壞，真正嘅探索咧係應該與大自然一齊和諧共處嘅旅程嚟嘅。作為長年喺加拿大北極地區，喺 Bylot Island 同埋 Banffin Island 從事冰川研究同埋探險嘅我咧，我有幸同當地嘅因紐特人Inuit 嘅社區密切合作。咁佢教咗一樣深刻嘅觀念，就係我哋唔係擁有呢塊土地，而我哋借翻嚟用，仲要為下一代守護佢。我選擇 Mammut Eiger Extreme 系列，唔單止佢係極端環境裏邊令人放心嘅表現，佢同我都分享共同對地球嘅責任心。Eiger Extreme 6使用95%嘅回收物料，同一時間降低咗21% 嘅碳足跡，咁大幅減少對大自然嘅傷害。呢個新嘅設計咧，令到我突發嘅情況咧，可以即刻修復受損嘅部分啦。同一時間係對環保嘅承諾。當一件裝備可以修復而唔係被淘汰嗰時咧，咁呢個碳足跡同埋對大自然嘅衝擊咧就大大減少啦。Mammut嘅呢個設計理念同我喺北極因紐特人學到嘅智慧不謀而合。尊重大自然，物所其用，不要浪費。咁對於我嚟講，呢一件唔係淨係衫咁簡單，係對大自然嘅聲明。即使我哋去到地球最偏遠嘅地方，我仍然相信留低最輕嘅足跡。所以每一次着住呢件衫，都提醒我技術嘅進步嘅真正嘅意義，唔係讓我哋肆無忌憚咁樣開發大自然，而係令我哋更加有責任咁樣去探索呢個大世界。